若准讲你介意阮的节目，欢迎订阅、起赞、甲分享出去哦。大家好，这是创啥会艺术教室，我是阿翔。伫咧遮你会使听到这个台语艺术教育，也搁有我伫咧训练的一寡故事哦。今仔日咧想要来甲大家分享，啥物叫做用艺术创业？就是其实我伫咧训练遮已经豆啊，就是较认真啊。甲我的创作的思考，当我做一种生存的模式伫咧这个过程，我嘛有思考过一寡物件，嘛甲伊小可整理出来，希望透过这个分享，会使去甲有咧想同款代志的人，也是讲你已经有经验的人，会使甲咱做伙来讨论要安怎甲阮家己感觉重要的物件、艺术的物件，也是美感的物件，分享互咱的社会大众知影啥物叫艺术创业咧？这其实分做两部分啦，就是你的艺术是啥物嘛，第二个是你要用这物件创啥物业嘛，为虾米会有这个思考？当然嘛是甲我出社会有关系啦。就是过去学生时代时阵，我感觉拢是咧思考一寡做个人的物件，还是讲做实验性的物件，就是你有法度去回应到你家己的当下的生命的一寡问题，安尼就会当啦。你毋免去思考讲伊要安怎当来，就是回归到你家己生存落去的一寡问题当然出社会了后，就明显就意识到讲其实我家己感觉最重要的物件，这个世界敢若无感觉最重要。简单来讲，就是无法度换做变做钱啦但是这个问题真正是因为你的物件无够好吗？还是讲你的物件别人无介意吗？其实我后来发现无一定所以这就会出现一种现象啦，就是我有发现做一个人其实伊是介意创作的但是因为这个伊也开精神开开来去做一件代志，其实无法度在伊的生活当中换来做实际的一寡回归所以伊就倒就无做啊其实这拢是个人的选择啦但是我是感觉讲，若准讲阮会当做伙找到一种方式，还是讲倒去塞一种概念，讲用艺术会当我做帮助你生存，还是讲伊无法度直接帮助你生存，但是应该嘛继续会当互创作在你的生活当中去发生所以这我就甲我的经验做一个整理啦就分享大家看大家有啥物款的想法首先我甲伊分做三个阶段啦嘛算是讲三个同款重要的部分第一个就是你家己的创作我家己的创作你要先想好了解你家己对你来讲，啥物是上重要的？为啥你要做这件代志？做这件代志，对你来讲，为啥物一定要做落去？简单来讲，对我来讲，我就是讲介意的代志，继续做落，有啥物无毋对嘛？第二个阶段就是生活化，就是你爱对。本来是对你家己重要，爱开始去对别人嘛感觉产生作用别人嘛会使感觉到讲这件代志是重要的所以生活化意思就是讲你会当用较简单还是较清楚的讲法去互人了解到讲你感觉重要的物件是啥，因为有当时就算是阮家己嘛无讲做了解家己的想法嘛但是迄种足抽象的感受，其实伊是会当整理的而且这嘛是创作一直咧做的代志，就是因为无清楚，阮才需要用创作来了解伊所以你了解了后，你透过做出一个物件嘛好，翕影片嘛好，还是讲去直接甲人分享嘛好，伊会使互人了解讲原来我可能嘛有相同的感受，但是你讲了足清楚的了，迄是因为阮有一个创作的思考，阮有咧用创作去了解遐足抽象的物件这就是生活化伊对家己的物件开始变做嘛是别人的物件，是讲别人会当了解的物件上尾一个是生存生存到第三个阶段就是有当时你别人感觉重要，这是有可能会做会到的，但是要互人个摕钱出来买，还是讲摕一款物件出来交换，迄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你会当互你这个服务嘛好，商品嘛好，还是作品嘛好，
人会想要用伊的现金，用伊的一寡物件来甲你做交换时阵，才法度回应着生存的问题嘛。就是阮拄仔上开始讲到，就是有做侪人讲啊，创作对伊来讲是重要，伊嘛该创作，但是伊无一个气力甲时间去做创作，因为伊爱家己时间摕去趁钱。所以颠倒过来讲，你若无法度行到上尾一步，就是你想的物件，你做的物件，无法度转换做一种现实的回归的话，安尼其实你嘛真正会足困难在你生活当中继续伫创作落当然其实讲我嘛感觉足困难的。我即摆嘛毋是讲做了真好，但是我感觉豆豆啊，我有咧对第2个阶段行向第3个阶段啦就是即摆佫简单留者啦，就创作第1个阶段第2个阶段，就第2个阶段是生活化第3个阶段是生存你若有法度甲即3个物件佫变做一个圆壳仔的话生存你有法度去支持你讲我继续感觉我的物件做重要，所以我继续去想我的创作，我想我家己的物件的时阵伊就变做真正是一种对你来讲是一种事业的感觉啊所以我就嘛足鼓励大家啦就是毋是讲鼓励大家创业我的意思是讲，第一你能力有法度去做到的范围内底莫放弃创作你会当去试看觅讲你做一件代志，但是伊甚至有法度伫咧你时间甲体力内面去互你的想法佫较传出去嘛有法度小可帮助你家己的生存当然你若真正要甲头洗落，我嘛是无意见啦有当时我就讲即条路行落，就是爱继续拼落去啦时间会互你做者回答就是即个代志一定是对一开始是安尼你对你家己有意义，到开始对别人有意义到伊才有法度变做一种较现实的回归这一定是会行过过程，无可能，因为你若是咧想一个较新的物件，是咧想一个足个人的物件，你敢若就是大部分你身躯边的人敢若有你感觉这足重要的话你就是爱需要时间去甲这个概念塞出去这个塞的过程可能真歹马上有一寡现实的回归互你所以就是做伙加油，做伙拍拼坚持做佫较侪趣味的代志，伫咧咱的生活当中来发生若准讲你对用艺术创业对你用你家己的兴趣，你家己的专业创业有一寡经验想要甲大家分享嘛，欢迎互阮知影阮今日分享先到这我是创商会阿香，咱另会再相会咯，再会。